唠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。讲新闻唠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咱尾头来讲起。古早人讲，富人人生囝，若生过是烧酒芳，若生袂过就四地帮。代表讲生囝是爱冒着性命危险。自古早都爱拜神来保庇。在咱台湾的民间会拜祖先娘娘，有人称呼是祖先妈、祖先娘妈，是保庇富人人平安生囝的守护神。部下有12宝子，有人讲是12宝者。有的所在服侍花公花婆，嘛是囡仔的守护神。可能大家较唔知影，古早伫咱台湾唔有祖先娘娘，嘛有祖师娘娘。因为未祖生生祖死，大家较稀缺，慢慢都无咧服侍祖师娘娘。后日就是祖先娘娘生日，要安怎拜安怎求。讲新闻唠台语，时间到主播陈彦伟。讲新闻唠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咱尾头来讲起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彦伟。这礼拜日是新历4月28，旧历3月20。你敢知影这天是啥物款的日子？无唔对，这天就是祖先娘娘的生日。你敢知影拜这祖先娘娘爱准备啥物款的物件？另外有啥物款的禁忌？今仔日唠台讲新闻，带大家做伙来了解。第一条咱来看卖，讲到这祖先娘娘伊的生日，就是伫这礼拜是4月28，旧历是伫3月20。来看卖祖先娘娘的手内底，一个手摕到这笔，一个手摕到这簿仔。这簿仔内底到底写啥物款的物件咧？簿仔内底就是写这查某人一世人会生囝的这数量。另外呢，啥物款的人会来拜祖先娘娘？除了是想要有心、想要有囡仔的这翁仔某，拢会来拜祖先娘娘，希望保庇伊会当顺利有生囝。另外，生囝顺利有生了后呢，嘛会继续来拜祖先娘娘。为虾米？希望祖先娘娘保庇腹肚内底的囡仔会当平安大汉。另外呢，这囡仔生落来了嘛，继续来拜祖先娘娘，希望保庇这囡仔健康平安来大汉。好来看卖，到底什么款的日子会当来拜祖先娘娘？除了伫旧历3月20，祖先娘娘生日即天来拜拜。另外伫过年初一的时阵嘛会当来拜。另外呢，7月初7、七夕情人节嘛会当来拜。8月15中秋节嘛会当来拜祖先娘娘。来看卖，想要生查甫，甲想要生查某爱准备的物件，其实是无共款的。先来看卖，生查甫爱准备什么款的物件？第一个就是这蜡烛，还有香，还有这花艺内底叫做铲子。为什么呢？铲子甲铲子生囝，因是真相成的。另外爱准备什么款的水果呢？金蕉、柳丁，还有旺来。旺来代表好运，旺来。啊，为什么要准备这个柳丁呢？因为这个柳丁的丁甲甜丁的丁，因是共款的。好来看嘛，除了准备这水果以外，嘛要准备这花，会当准备这百合花。为什么要准备这百合花呢？百合花代表百年好合，这翁某感情会当久久长长。另外第二种讲法就是讲，其实这祖先娘娘上喜欢的花就是这百合花。啊，毋过想要生查甫爱准备都是白色的百合花，想要生查某爱准备的就是这红色的百合花。好来看卖，这想要生查某，除了准备这红色百合花，嘛会当准备这金蕉、水梨啊，还有这旺来。旺来同款是好运旺来。啊，毋过为什么要准备这水梨啊？因为呢，水梨啊这水。台语嘛会当叫做是水，啊，这查某人、查某囡仔水当当，所以想要生查某，就要准备这水来啊。来看卖，除了准备的这物件以外，其实嘛有真侪禁忌哦。若是来拜这祖先娘娘顺利有生了后，千万莫接着急，赶紧来到庙内底，甲祖先娘娘讲感谢，因为会当等着你顺利甲囡仔生落来，平安大汉了后，才转来这庙内底，甲祖先娘娘讲一声真感谢。好，讲到祖先娘娘保庇大家顺利生囝，顺利有生。讲到这生囝，其实台语内底嘛有真济俗语是甲这生囝有关系。第一个来看卖，生过家酒芳，生袂过四地帮。意思就讲，其实过去生囡仔这件代志其实非常辛苦。若是这查某人顺利甲囡仔生落来，就会当好好做回来，好好食这家酒，好好来保身体。啊，毋过若是真不幸，若是这囡仔生落来，嘛有可能会失去性命。第二个来看卖，就是好歹过爱甜，好爱查某。爱的生，意思讲过去这年代，大家真重视的物件，都是传宗接代。所以呢，来看卖，这过好甲歹，爱创啥一定爱甜。啊，这查某人呢，好甲歹一定爱会生。另外第三个来看卖，就是袂生牵拖厝边。这意思就是讲，一个人真够牵拖，做无好嘛牵拖别人，拢是别人唔对。啊，毋过为这字内底当看起来，古早时代大家真重视，就是生囝这个代志。所以呢，用这生囝这个代志来做比喻。第四来看卖，就是查甫要食望人请，查某要食望生囝。意思就是讲，过去这经济环境毋是遮尔好的时阵，查甫人想要食较青草，都爱等别人来请。啊，毋过这查
查某人想要食较青菜，就要等伊好好来生囝。上尾一个来看卖，就是有囝有囝命，无囝天注定。无论如何，即马这个年代真侪人结婚了后，无一定会生囝，所以有囝还是无囝，拢是真好的一件代志。好，这就是今日老台语讲新闻，提供大家做回来参考。